相公别来无恙。你不是独人娘吗？真是。怎地从水中而来3年前我在赤头江，当初蒙吕相公慷慨相助150两赎身银子，相公曾经我永世不忘，故而今将明知相认，也表敬意。这样，这。细细参访，算起来是千茶山月风光，红颜香。老鹰子子万方，几声琵琶把鸟鸣是公。区区不离，不人敬意。沈夫人先让千两纹银，但求与神娘一见。这好事好事，沈大爷稍待，让我去把神娘叫下来。春花啊，哎，送上啊。
几岁大？今日这里17秒几19钟啊，19钟。婶娘，妈妈上来了。哦，走。李郎放心，是吗？你带李公子去躲避一下。哎，来。婶娘，啊，妈妈来了，请坐。哎，婶娘，有一位姓安生父老爷在马上前无能的国，他愿出千金，这就见你一面。是女儿不接。你也太任性了！妈妈开的这女成员，做的是妈妈风流的生意，哪有不七八十八表的道理？都像你这样美丽丽家，叫妈妈和西北风去啊！李公子2年来，也为你我好人千金，算不上7、8字吧。这些银两却用了2年，妈妈也没有亏待他呀。哼，这可惜你成员是千人万人的风流园，你杜十娘也不是李家一人的杜十娘。尚能从一而终，我为李公子一人所有，哪该多好啊！一人所有，那好啊，你叫他为你做事。妈妈，你说什么？叫他拿出300两纹银来替你说声。收300两纹银？是啊，别人来说你杜十娘，妈妈我要一堆金子。对李公子来说嘛，我买个人情只要300两。妈妈，此话当真？哼，我从来说到做到，几时骗过你嘞？实在为急，实在为急。你看说啊，妈妈要身家银子300两，那李公子怎么拿得出你？妈妈，果真是300两纹银，实在为急。怎么样？他能办得到吗？啊，多谢妈妈。妈，你虽要下得过招，妈妈我还有话要说你。10日之内拿不出300两赎身金来，李家永世不得登门。你与我即刻。这怎么样？管不管与我上结账啊？来呀，结账啊！好了好了，我们母女俩实实小小，不必当真。哎，也不要难为李公子了，是吗？哎，明天就好好当发李公子走。啊，你就下来接卡。妈妈，嗯，怎么？你现在就跟我去接卡？哎呀，真是我的好女儿了！不，女儿与你上结账啊，妈妈，结账啊！妈妈，可有喜讯？哎呀，沈大爷，真是不巧，十娘今天身体不适，十娘是早重视你的。哎，沈大爷啊，你10日之后再来吧。哼，十娘的架子未免太大了吧？妈妈答应你说什了？想不到妈妈会开金开，好彩先头让你偷笑走，他要你
300两纹银当上家，实在为其做三女，花材了风雨泥海有是有。一然我自己连理无常在报白头，啥子你无人当成鸳鸯家，实在只有恰当那三女高前的小船在满园张满着，一然那风采雨当半途定须，看你高兴得落来了。李郎，你怎么了？莫非你不愿为我赎身？不是的。你不愿和我结为夫，把手结牢？也不是的。那你究竟为什么呢？2年来好运天津无所有，两手里张墨清风张满袖，翻手乃为天河水，上将真相月老酒，抛出心头淌了水，离家无力玩小舟，好几月偏逢落乃是我的心啊，被人提来爱心口，一人寄来一人痛，错过了吉星在哪里？怎看打破了唇瓣丁儿婿，竟不是心急心气泪水泪。丽拉，我知道你哭啊。婶娘，你不要哭。丽拉，你在京城之中有没有3亲6眷啊？有的。那有没有同窗好友？也有的。既有3亲6眷，同窗好友，何不上加300两纹银，以结纯美之结？这倒是的。婶娘，我去接，我去接。
对啦，你有什么为难之事，尽管说来。我就去见。为受情泪。
年妻儿化作头，心凉。啊，燕弟，你回来了，可曾用餐？几份为菜，不以为凉，吃得饱饱的。看来有没有见到人了？为人开口，依照举行；众人开口，每每当实。更有人者将我教训。燕弟，不必烦恼，这贱人所生之事，你何可当真呢？此乃天下第一等大事，我岂可有误人呀？以我之见，不是你负人娘，而是人娘负你。何以见得？请多多指教。燕弟呀，你我是同场见你到京东，所见受动终于说。我爱同人事多事过，一年我年长几岁，今日多。大侄娘是京都名妓所的。岂肯300两银，让你这下心一颗杀从良，千金为凭不为多，杀从良还需用过两银子。本应日见你两手空，也知你高台艰难渡，因此让他母女设下错生计，每个曾经断你了温柔婶娘，来吃点点心吧。婶娘，我有一事同问。何事？不问也罢。莫非人子没有解答？开口求人难啊！我日夜奔走，口破出门，已枉费心机。依我看，这世上没有一个好人。丽拉，不要着急，我这里还有一些死亡人。
这米须呢，婶娘，古真有那么多水呢？我就是骗过你了，这300两为人上缺一半，你赶快设法抽水，免得无聊延期。好办，那就好办了，我去了。嗯。婶娘，小姑娘来了。月啦，请稍待。拜托了，你放心吧。来，呀，不但是面须长长喜花人，不是名字恰是婶娘。一片心，甚至那太上老君还问呀，等觉得血脉舒畅多真。刘兄啊，你3年反而见我你同大事过不同情，害得我受尽根过多叹息，害得我想着飞飞愿出神。过生是天下风尘第一奇，刘女春要比清流女士差几分，所卷里红笔确定来自去，恰也有一方心痛须真情。往日里人也帮归多彼此，今日里这本性真同我心。婶娘，哎，你我哪了？做什么？即刻去呀！从今天起，你女儿再不用她了。难道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没有忘记，今天是我从良的日子。今天一到日日，你哪里工资呢？那300两银子又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妈妈，300两银子是收奉上，请妈妈念收。哦，李公子，你这是做什么啊？
替神娘所生。所生？哦，我的李公子啊，想我年春元名家京都，我家侄娘乃是乐园之首，你这区区300两银子，也太小看我们了。妈妈，你怎么出尔反尔？我才收了你这点点银子，岂不说没了我家侄娘的芳名？妈妈，杀人今日，我杜侄娘是有金的缘来，也为你挣得金银可用斗量，珠宝可用罗章，也够你享用一生了吧？妈妈是出家人不爱财，可越多越好了。妈妈，难道你忘记你我3结账？3结账，这是俺母女俩拍拍玩玩的。谁呀谁？你竟为上当受骗呢？李公子，神娘明白，你把300两银子拿回去吧。神娘，哎，对对，李公子啊，你快把这300两银子拿回去，以后再看上来上网哦。妈妈，你可言而无信，我可不能失信于李公子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不能为你买笑营生，我就断子绝肠。神娘，这娃娃死不得呀！哎呀，妈妈，神娘出此下策，你免不了要落得人财两空。再说，李公子是要去同窗好友到原衙去告你。我就不管事，一定要告你。是啊，到那时你还要受牢狱之苦，倒不是好合好散，是吗？好，我就承接了你们，都是没有良心的东西，是吗？啊，把我上边的小孩子拿来。哎，这当我白养了你这几年，既然你这样决定，也休怪我负你。今天只许你空手跟李家走，这里的东西一样也不许动。多谢妈妈。妈妈，生死那
我出的一要说啊，我还在没笑声声的琵琶。穿上了布衣布裙布阿妈，还我在两家正言女儿生家。好事多磨金把脸，自古寡儿后天，一封书信一尊念，再唱罢又说天脸。真相高，非受之。李相公，下月让我谢叔叔两位姐姐来了。有情，哎，相要相信，相走前。刘相公，请说。想我姐妹与刘相公素无往来，今日相招，不知何事。哈哈，本不该有劳两位大姐，闻得两位大姐与十娘这位亲近，行动随足，实在值得李家眼里年务来玩，事关十娘进退，刘某女策也是无有注意，故而冒昧相邀，共赏两茶。冯姐儿夜日荒疏流离秦楼出关，几经才归儿女十海。现日老人防御规劝，劝他所谓实用。密集父子情义，李家名声。李家有情，继父无疑，按照常理反将问婚，唉，看来无妨了。唉，想我被宋良难于上青天，宋良既难，婚事一定要办。再过这山与那山，过了一关，倒不是要做台报婚事办。天将生米之托饭，不真是要
一头狼，偏要历经破逃做几番。新郎新娘一杯见礼，二杯祝喜。夫妻对杯，终日同房。多谢刘兄，多谢钟姊妹，多谢了，我们也醉了，多谢姐姐，哎，早点歇歇吧，早点歇歇吧，最好，最好，啊，你的刘伯，刘兄最好，最好了，辛苦了，刘相公你也辛苦了，真的告辞了，最好，四儿来。谁？我是李家。你果真是李郎？这我还能是家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三娘，你看，我们已经完婚了。完婚了。情丝上做花开，早应要丹花开，大红的喜事
从今我堂堂正正为人物，不常无罪。娘子，三朝新娘立给对新家新意心，快快穿上吧。再见心意比心肠，三顾天下娘长。昨日里穿插北当金铜，今日里将他绽放在龙翔，等待那日结婚的三娘我穿上新衣拜在做什么呀？离家之近，吉凶祸福，尚未可知。我们不是商量好了吗？我到了昂人，暂时细致无闻。你先回去好言相告，再请亲友疏通。啥是工地利用，我只需一顶小轿，进我姑父。假如一年不用呢？那就等你一年啊，3年不用，等你3年。为妻替你生一男半女，不怕工地不用。言之有理。不过，久居行人，何以生计呀？常言道：“天无绝人之路，不要闷坏身子。”娘子，何不但这一瞧，为我解闷？哎，琵琶一对，言儿一段。娘子，琵琶在这里。呀，我的琵琶怎会到此？这是我叫四儿送来的。娘子的琵琶宽声一些，岂知可惜呀！哎，你呀。凄凄复凄凄，家
去不须的，愿得一人心，大头不相离。愿得一人心，大头不相离，大头不相离。快去打听。哦，是。这位长雀的是谁呀？哦，京都名妓杜十娘。店家，人子哪好？好好，请走好。好。嗯，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如此莽撞？是我不好，多有责任，等我再买一碗白米。店家，快！哎呀，来，请海哦。算了，怎么好意思呢？我不能说。一段旧日小，十里为大，请君笑纳。此次我值得荣命，请问兄弟真心大名。在下新安神父，经商扬州，动问公子大名。哦，绍兴所改生李家，途经瓜州，闪烁一笑。久闻大名，今日欣慰，巧女。你我同是瓜州野宿客，我不到小弟船上同饮几杯。殿下，再来一单。好，请小心。请。哈，请哦，想不到李兄与侄娘昨日为友，今日为妻，真是艳福不齐。来，小弟敬你一杯。归临了。请。李兄，沈兄，这次你携妻为家，不知老伯父意允否？啊，这又何妨？我与娘子思虑再三，早有打算。难得。想不到李兄胸有成竹，沈某多虑了。来，再灌上几杯。家人，我今天要在你船上，里面有人不能进去。外面何人喧哗？慎我气筒。老爷，我那有人史称绍兴不正是家人，沿路寻找李公子，他要上船解说一酒一餐。什么？是我家中雷神？哦，小弟告辞。我还是请来一见，快去。是。老爷唤你进来。哦。两位老爷在上，小人有礼了。几面山边唐僧醉，浓浓酒香往事来。小人前年进府侍奉老爷，此番奉老爷之命到京城寻找公子，想不到公子已经上了贵人，小得只得一路寻找而来。可有家属？哦，待有老爷看信。快讲。这我在此不便了。不，沈兄面前但讲无妨。老爷讲，独是为家弥途之番既往不咎，实是一代妓女为家，有入门庭，必断父子之情啊！下去用人吧。啊，
李兄，依我看，人生难得一知己，为十娘儿起家，为十娘儿断落亲，识得的，也许能成为千古之美谈。李兄，作何打算呐？哦，几句行人，从上纪念。哎呀，不妥，不妥啊！9句行人，何以生计呢？圣兄，请教。这一是照东厂司法为吴某所不用，这二嘛，开门七件日何以生计啊？这第三嘛，不是也罢，但家无法，高罪才行。李兄啊！纵然是十娘平安能成罪，也难免18股风一烂泪。实在是既恩交迫实上去，也难免戏子无本成风流，家亲羞辱操9年，随行琵琶弹杨柳，到那日县当中有万顷水，这怕是难系李兄脸上血。这便是何事好呢？倒不是你将十娘几句才两句，手心无也有我水泉泉流啊！姑娘家千两分银赠与你，以今为家做罢去，这怕死不得。李兄识别，这都是为你好啊，请。情灯谁顾谁？前后相遇花醉开，叫心系里杯中酒，当时不是当官情，一句一句打出了一重一重谁？多亏他生兄长女贤妻美，我只得全其泪扬醉。啊！哎呀！夫君，你到这本时候再回来，
你到哪里去了？神兄心中平川走，我觉得跟古先生同交流。从山是自己相望千杯上，也许为妻将你苦等来。只是叫我睁开口，千里浪深深一场，路阴远，娘子深深分我有，我话到嘴边难出口，做难又难，难杀人。当在何以抗上对？千里浪不依我，是也少言。我在里挑人担草头丝里。
遇到是天道无意得当哎，更无法今日里风雨到这。好是老是指头荡清秋，指头落下到哪里？本当是生死过已几百岁，哪里深深门庭当作业？离家中人待是对，不可待国若父子结冤仇，你害我功名无成寿，有意上交今难救，到时今有人返家，十娘嘿，夫人返家，十娘救。千中心繁中各顿心今相负东垒。夫君醒了。三爷啊，夫君，见你欲言又止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哦，但是无妨呢。实在那个沈医生对娘子思慕已久。哎，你对这些做什么？娘子啊，爱为人家有情侣，恨与俱来是有根。谁有谁难为两玉帛，九九好人十不辜负一山男女。只要两人相对，为其什么都不顾。娘子啊，那生兄妇能的过家我语，更难得年少英俊有风流。夫君，你在我面前设别人做什么？生兄他虽有气势，照耀着娘子你。哎，
哎，这与我何关呐？娘子你叫他好才对。夫君，你在了？我没有在。圣兄他愿杀千金来拼命，我但求为金媳妇做把翠。夫君，为妻是经受不起这等玩笑的呀。莫非你怕我重量不正，故出此言来刺吞于我？但不知郎君是与不是呢？不是玩笑，这是当真的。啊！你是？这是不是真的？这是真的。好。你好啊！像我这样的人，未必能挣1000两银子吧？是。你银子拿了没有？为的娘子姻缘，尚未。夫君，要是我这里有1000两银子呢？像你这样的人，就是有1万两银子，也难以一对娘子同归过虑。常言道，天时出头夫作子，我只得依从了。哼，只是你不要后悔呀。这样对你我都有好处。天已亮了，你还守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去通知你那圣兄先来赴见？啊，我要熟悉一番，你好叫人呐。啊，哎，
三娘啊，三娘，从良，从良，我回来从良，我花了多少心机，盼了多少个时辰，盼到从良的一天。可是今天，盼到的是什么？盼到的身家银子1,000两，1,000两，1,000两。杜十娘啊，杜十娘，你这双眼睛瞎了，瞎了，瞎了！娘子，你要珍重，我将生兄带来，杀不及娘子，我可担待不起呀。你放心，走吧。哦。我的。
家，苦苦挣扎太风尘，历尽无奈家里家，凤凰化作好日真，想不到茶馆的顾家，夫妻温柔到举天王，万事万物大力才华，我心我三娘命运我明白你离家把母亲母女笑，披萨神的山茶回望，到头来万事一个要远看。大事情，此人此心做事嘛，无下三度尽，连本带恨相太相。面对着情动宁静西当白，谢家在下了的上演巧妙啊，师娘，圣兄来了。人子叫进你了，叫了，够数了吧？够了。那就叫人吧。请师娘，请随我过走。沈老爷，不管当，神父，神父。你的船在哪里？师娘，请看。哎，快点挂，快点挂。可惜呀、可惜什么？可惜船儿太小了。太小，我的船能装10银10担啊！许到你船长眼前上，你可知我愿有天般大，还有海洋深，你岂能装得下呀？李家无情，我神父有你。请师娘随我过走。我与李公子2年前好，我还要与他话别几句呢。应该。请。是。李公子，我要走了，难道你一句话都没有吗？师娘，
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吗？你在他县镇旅游，你在我难道不是？年武关得近，南京李家门。什么？你怕年武要走？马分明是你家英语将我骂。你这也怕，那也怕，一都不怕。将我推上什么3五字，价值多少？何止1000金？那比我沈家人还高了。你看我娘她变成江的残沙，娘子，我李家，你就在徐林家，你来听他，我将你看作观音娘娘活菩萨，无愿明媚争取真理为他，昔日儿看人扬州地家，你也是团结好色引起杂，天地良心，苦佛掏心，今日真灵没有家。这是什么？八月离人啊！你这是八月离人归无家，你不见八月难离乡。三娘，我的妻呀！不怪他生父离间，世间大，是我中了规矩，将你骂。我负了娘子心有愧，求娘子重归于好，各守三门呀。再不归你我来责骂，我拼死也要把你带回家。情儿女真经历关万丈，我只要娘子不要讲，你不见蒙受名字与光华，三娘总算下了眼，也看得清哥哥是山楂，是山